僕人敬聽三代經課，6月15號，三一主日。喺讀我哋今日嘅經文之前，我哋一齊以一段禱文開始啊！禱文係引用自道聲出版社嘅日用禱文一書。求聖靈從天降臨，照亮我哋嘅心，叫基督能夠喺我哋心裏面顯現出嚟。你係貧窮人嘅幫助者，係賜恩典嘅主，係靈魂嘅亮光。你係最後嘅安慰者，靈魂嘅良伴同溫暖。你係勞苦者嘅居所，係炎熱裏面嘅蔭處，係憂愁者嘅安慰。你係最純潔嘅光明。求你充滿你信徒嘅心，求你洗淨嗰啲污穢嘅，澆灌嗰啲枯乾嘅，醫治嗰啲有創傷嘅，叫剛硬嘅變為溫柔，冷淡嘅變為火熱，迷途嘅得以轉回，信靠你嘅獲得聖潔嘅恩賜，堅固嘅信心，有福嘅結局，並且永遠嘅福樂。禱告係奉靠三位一體嘅上帝嘅名，阿門。三一主日嘅詩篇係嚟自第8篇。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，你因敵人的緣故，從孩童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。我觀看你手指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。人算什麼？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？你竟眷顧他。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，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牲畜、空中的鳥、海裏的魚，凡游在水裏的，都伏在他的腳下。耶和華我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詩篇第8篇係詩人頌讚耶和華嘅名喺全地何其美麗，並且驚訝人類喺神創造裏面嘅尊貴地位。神將萬物交喺人手下，使到人比上帝微小一啲，卻係賦予尊貴同權柄。整首詩篇充滿對神創造奇功嘅驚嘆，以及對人受造尊嚴嘅尊重。當中有幾個學習嘅地方。神嘅創造彰顯佢嘅榮耀同埋智慧。我重複，神嘅創造彰顯佢嘅榮耀同埋智慧。第二，人類被賦予尊貴，係受神所託管世界嘅管家。我再講，人類被賦予尊貴，係受神所託付管理世界嘅管家。第三，敬畏神，先至能夠正確認識自我同埋世界嘅關係。我再講一次，敬畏神先至能夠正確認識自我同世界嘅關係。反思問題：我哋係咪意識到自己係神創造裏面被託付嘅尊貴受造物呢？我再問一次，我哋係唔係意識到自己係神所創造裏面被託付嘅尊貴受造物呢？實踐行動，喺大自然裏面靈修，花時間讚嘆神嘅創造，並且感恩佢嘅託付啊！我重複，喺大自然裏面靈修，花時間讚嘆神嘅創造，並且感恩佢嘅託付啦。讀經分享，唔知今日嘅讀經部分有冇令你疑惑呢？第5節，你使他比上帝微小一點，係咪有啲聽唔慣呢？
就算係大家耳熟能詳嘅詩歌，又或者希伯來書引用呢篇詩篇，都係話比天使微小一點。何解我會讀比上帝微小一點呢？因為其實我一直以嚟都係採用和合本修訂版嘅上帝版嚟錄音嘅。呢個版本主張以原文翻譯做中文，而當中嘅希伯來文直譯嘅話就係神或者上帝。其他譯本如果係以七十士譯本作為中介，再譯為中文呢，就會因為七十士譯本本身就已經譯咗做天使，再翻譯出嚟就自然係天使啦。你問邊個啱呢？呢啲咁神學嘅問題就要留翻俾牧者解答你啦。只係我想帶出讀經有時都會遇到唔同譯本嘅分別，留意下當中嘅不同譯法，都可以讓自己多一個角度去理解聖經。有時讀者、聽者都要去理解讀緊同埋聽緊嘅係邊一個版本，都係一個避免跌入去質疑或者被質疑嘅羅網裏面。同一間教會或者同一個聚會，同一段講稿之中，能夠統一版本，甚至讓人明白出處，都好重要㗎。如果唔係有一日有個新朋友走入嚟，聽完之後心諗同一間教會，但係幾個人講埋嘅嘢都唔同嘅，咁唔一致㗎。到時新朋友人都走咗啦，要解釋嘅機會都冇啦。今日都有一個特別字想講，唔知你估唔估到呢？我耐唔耐都聽到有兩個讀音嘅，就係個仇字啦。喺8章2節嘅尾，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。你有冇聽過人讀仇敵呢？同仇敵愾聽得比較多啲啩。我就特登去翻查咗資料，仇係 SAU 而 CAU 仇呢個讀音呢，其實係一個異讀字，就並唔係一個正音嚟嘅。所以仇人、仇敵，勇敢啲讀出嚟就啱噶啦。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，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，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，彼此造就，願主祝福大家。